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少林寺前方丈释永信。昨天这个中国佛教协会发了一个文章他说这个释永信不仅可能面临国家法律的严厉制裁，而且按照佛教因果报应的规律，还将承受严重的果报。这个佛教协会说释永信的所作所为不仅葬送了个人的法身慧命，而且败坏了佛教教风，侵蚀了佛教健康机体，破坏了出家人的社会形象，给佛教的健康传承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作为这个佛教协会相当于已经给释永信定案，也就是他不仅会受到世俗的法律的严惩，按照佛教的这个教律佛教的因果报应，释永信还会承受严重的过报。自从这个释永信被抓以后少林寺这个变化也非常大。少林寺迎来了首个也是迎来了新任主持，叫印乐法师。这个媒体的宣传这当然了，我也没去现场看，咱们看到很多媒体报道，这个印乐法师到了少林寺以后就信力除弊，在少林寺就是开始叫去商业化，应该这么说然后有很多报道。什么少林寺的和尚也纷纷离职，对吧？什么少林寺这样那样的变动，少林寺已经改头换面。8月5号，据报道，自印乐法师接任少林寺主持以后，便开始对少林寺的改革颁布了多项新规，包括取消商业化运作、严格修行制度以及加强农场劳动、限制外出等。改革实施后据传在短短1周内已有30多名僧人以及员工打包离职。但是这都是媒体报道的，不知道真假也不知道他这个离职是什么意思。这个少林寺的僧人难道跟公司的职工一样吗？签了劳动合同吗？还离职？所以说不太清楚就是说这个媒体都是这么报道，这一下就上了热搜给人感觉好像这个印乐法师在少林寺搞的这一套不得人心，要不然要得人心的话，这少林寺的和尚为什么离职呢？对于这场离职潮和改革，舆论看法不一有网友称赞这是刮骨疗毒，能筛掉假和尚，也有人担忧少林寺年收入锐减，难以维持运营。8月6日下午，记者致电河南嵩山少林寺工作人员表示，没听说有僧人或工作人员离职，具体情况不清楚。此前，少林寺管理处7月29日发布情况通报，依据汉传佛教寺院主持任职办法，经少林寺两续大众民主评议赞成，并履行有关程序，礼请印乐法师任少林寺主持。这个印乐法师他去少林寺任职之前，他在哪任职呢？这个印乐法师出生于1966年7月，1990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毕业后在河南省佛教协会工作，后任河南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副会长。2003年10月，受河南省佛教协会委派，印乐法师到洛阳白马寺主持工作。2005年11月，升任白马寺方丈。这个白马寺白马驮经这个白马寺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寺庙，应该是最早的吧如果这些你不了解的话，那这个万达的王老板，对吧？中国的首富2023年去白马寺烧香，给佛祖出了一道难题，佛祖到现在都解决不了。那么这个印乐法师到了少林寺以后采取了很多措施。这个印乐法师显然你看他的履历和释永信就是两种类型的人。这个释印乐他是对吧正经的学院派，佛教什么学院毕业的，而这个释永信呢识字都不多，对吧？他恐怕就10几岁毕业以后就闯荡社会，后来到了少林寺。那么现在关于少林寺的一些报道非常多有无限的踩这个释永信的，不把释永信打倒斗臭誓不罢休的，也有就是无脑捧这个印乐法师的，又要造个神，就相当于造这个释永信一样释永信倒台之前也是往神坛上送也这是一种内在的需求需要就是信众网友网民他需要神。倒了一个神，他就必须再树一个神。所以你看对印乐法师那也是有人要把他往神坛上送，放个屁那都是对吧有意义的，而且都是好的，都是要改革。那对这个释永信呢，那就是全盘否定抹杀。当然了，这个由于释永信这个被抓，印乐来主持少林寺，那当然这个就涉及到这个新旧势力之间对吧？少林寺毕竟有很多既得利益那之间肯定有很多斗争，所以说这个舆论呢也确实比较复杂。有网友说少林寺变天了，河南登封，少林寺迎来新任主持后首个周末，游客纷纷而至，之前售卖几百元
数千元的物品摊位全部撤掉，免费的清香供不应求，扫码布施武僧也不见踪影。当前寺院内仅有少林药局几个摊位正常营业，主要售卖一些膏药、药帖，也就是少林寺开始去商业化。买不买香火，游客可以自己抉择，毕竟游客之中有愿意购买香火的，也有不愿意购买香火的。联合早报报道他说被翻旧账的释印乐能否挽救少林寺？也就是说，媒体不是一味的说这个白马寺的方丈释印乐好话，也有媒体在翻这个白马寺主持的旧闻，就说明少林寺的这个新旧势力，这既得利益他们之间的这个斗争还是比较激烈。中国千年古刹少林寺的网红方丈释永信7月底官宣被查后，洛阳白马寺方丈释印乐临危受命，7月29日火速被安排坐上少林寺主持这张热席。这名接受过严格佛学教育的汉传佛教法师，日有佛门 CEO 之称的释永信，风格南辕北辙，不仅拒绝佛教商业化，还推行农禅制度，把劳动与修行相结合，将白马寺打造成为中原第一清修样板。不过所谓人红是非多，接掌少林寺还未满10天，少林寺本周就传出离职潮。释印乐本人还被翻旧账，被指与选美佳丽亲密接触，反映出新方丈整顿寺院风气之路任重而道远。关于释印乐与各国佳丽亲密互动的传言，本周开始在中国网络上流传，引发讨论事发2007年7月，世界旅游小姐百名佳丽巡游九朝古都洛阳，期间参观白马寺，争相与时任方丈释印乐合影留念。从网传照片来看，各国佳丽当时多穿着清凉比基尼和短裙，露肩露腰露大腿，但衣着相当一致，看起来更像是穿上了队服。以这种服饰参观佛寺明显不妥，让佛门场地看上去有失庄严。照片显示，释印乐当时与这些美女交流时表情亲切，但显然也刻意保持了距离。这种礼貌互动应该还谈不上逾矩。尽管如此，佛门出家人理论上应该遵守清规戒律，不近女色。照片因此有一定程度的违和感。这起接待外宾的旧闻在这个时点被翻出来重提，背后动机不排除是有人要损害新方丈的形象和威信，但也可能反映出一般民众对中国佛教界的不信任感。少林寺离职潮话题星期二就是8月5号登上中国社交媒体热搜榜，有的传言还言之凿凿，称已跑了30多个僧人，主要集中在仰赖商业活动的武僧员工以及习惯宽松管理的年轻和尚。尽管暂无正规媒体报道离职潮的消息，但促成这种现象发生的条件实际上已在过去10天埋下，传言或许并非空穴来风。释印乐掌舵后，高度商业化的少林寺出现去商业化迹象，寺内多个受人诟病的收费项目被取消，功德箱不再是提款机。第一财经7月30日指出，释印乐上任第2天后，少林寺内只剩下几个摊位营业，单场收入曾达50万美元的少林寺武僧团全球巡演、文创店、淘宝店等商业项目也全面叫停。一名在少林寺卖纪念品12年的店员坦言，以前靠分红月入过万，如今商铺关闭，只能离开。这些岗位因商业扩张而设，本质与修行无关。至于香火方面，佛殿前的平安香、全家福香等高价香已下架，目前无人摆摊卖香，民众可排队领取免费香。此外，举着2维码收费的武僧也已不见踪影，一些之前得付费扫码才能获取的少林寺资料，如今摆在展览架上，供游客随去翻阅。说这个释印乐还恢复传统的农禅并重，规定僧众需在清晨4时30分参加早课诵经，然后下田耕种，下午长午修行，手机由库房统一保管，禁止娱乐活动，周末不得擅自离寺。一名年轻僧人在社群抱怨称，习惯了用手机查阅经文，突然被没收设备，感觉像断了胳膊。与此同时，中国网络还传出印乐法师上任首日即雷厉风行，推出5大新规，包括关停商业演出，禁止高价开光，
清理寺庙商铺，推行农耕自养，改革收入分配。有离职僧人坦言，本以为守着二维码布施便是修行，谁知真要下地收麦子。尽管五大新规并非少林寺对外的正式说法，但实则与释印乐在白马寺的管理风格颇为相似。多数中国网民为少林寺离职潮叫好，调侃假和尚遇上真方丈，认为走的都是假和尚，念的经不是经，就是念的是黄金的经啊，不是经书的经。星岛日报星期二评论说啊，有少林寺和尚被开除很正常，有和尚受不了离开也不足为奇。离职潮更多是因释印乐与花和尚释永信风格不同，外界憧憬他将在少林寺拨乱反正，刮骨疗毒。该评论认为，全面从严治教、去商业化势在必行，理清释永信余毒也将展开。事实上，少林寺去商业化的同时，也加快除去释永信在寺中的印记。凤凰网报道指出，少林寺院内原有一座石碑，是1999年释永信担任第30代方丈时所立，但纪念碑在释永信出事后已被拆除。这个印乐法师啊，曾经去斯里兰卡深造。印乐法师长相清瘦，形象与肥胖的释永信迥然不同。中国学者魏德东以质朴低调形容释印乐，与许多见过他的人给出的评价相似。曾长期跟随释印乐的佛教徒静心则认为，法师严格遵循清规戒律，强调佛教传统和寺院清净，是一位大师傅大和尚。这个印乐法师履职少林新掌门后不少网民晒出过去造访白马寺时和释印乐合影，称这名法师为普通庄稼汉、农民伯伯。在弘扬佛法方面，释印乐重启少林禅谈夜话项目，进行直播讲经，还曾带头举办“一带一路”佛教论坛，促使佛教文化在海外广泛传播。有网民透露白马寺的寺院僧人平日都自己耕地，做到自给自足，每逢初一、15还免费对外提供素斋。不过，白马寺的模式在商业烙印更深的少林寺可能水土不服。有部分网民为少林寺的财政担忧，认为释印乐此番改革不单使寺中的收入锐减，营运成本反而增加，未来可能入不敷出。在释永信时代，少林寺家大业大，粗估年收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拥有795个商标，全球60余座分寺。网友说这个释永信养活了景区周边产业链，而释印乐只想养活僧众的灵魂。面对释永信留下的庞大的商业帝国，印乐法师大刀阔斧去商业化整顿少林寺门风，必然面临内忧外患。内部挑战主要是少林僧侣能否跟上改革步伐，外部则是寺外利益受损的商业体会不会扯少林寺去商业化改革的后腿，屡屡薄冰。也就是新旧势力那肯定是要一番斗争既得利益那肯定是要巩固自己的这个利益大寺院的主事者既是世外修行者，但同时又无法避免世俗的应酬接待。目前少林寺改革的重中之重，除了去商业化，官方可能也需要更多考虑，通过政策制度创造条件，把重要的宗教人士需要参与的应酬接待降到最少，同时也为他们提供更安全的交际环境，尽量避开不必要的舆论陷阱，免于非议，才能更好的履行宗教责任，取信于众。这个是联合早报的一篇报道但是我认为我对释永乐我也不了解，如果他不是当这个少林寺的方丈，我还不知道他，所以无从评价。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没有必要盲无目的的去推崇一个人，对吧？也没有必要无脑的去踩另外一个人。我们不要忙着一边去造神，一边也要把神给扳倒，对吧？就是进入一个怪圈呢。按照我们的观念，现在踩释永信最狠的，恐怕就是以前推崇释永信最疯狂的。你看导释永信的不是他弟子吗？对吧？他的徒弟那徒弟跟他关系多好所以这个事情也告诫我们，对吧？如果你现在正在神坛上面，或者在通往神坛的路上，那你还得小心一点，对吧？比如说网红超市，你不要光享受着这个登上神坛的时候这种快感，你也要想象一下跌落神坛的时候那种痛苦。往往把你推上神坛
和把你拉下神坛的都是一拨人呢。把你推上去后，把你拉下来，都是出于他的需要，对吧？是他一种情感寄托。所以我来谈一谈我对释永信，对吧？对这个印乐的一个看法。关于这个白马寺啊，关于印乐这个，我们也不要多说了，大家自己可以查一查，对吧？今年5月份的一些新闻啊，大家就知道发生什么了啊，自己去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甚至啊，为什么释永信突然被抓，恐怕跟这个都有关系。然后印乐，对吧？走马上任，少林寺方丈。关于这个释永信为什么倒台，我们在以前节目也说过了，不是少林寺商业化，绝对不是啊，这个释永信生活腐化，对吧？有私生子，然后释永信，对吧？一家的跟着后面赚钱发财。释永信的问题绝不是物质上的和这个清规戒律，他的倒台恐怕是啊见了不该见的人，甚至啊恐怕跟他的这个思想动态都有关系。哎，这些就不好再往深里说啊。我们要谈一谈释永信这个人，他的悲哀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大家仔细想一想，释永信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家的？他那个年代实际上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他跟那个布鞋首富是一样的，他跟那个柳传志，对吧？他跟很多民营企业家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时候就是百废待兴，那个时候咱们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赚钱，就是物质生活，就是抓物质。就是促生产，就是搞钱，大家也知道的吧？看过很多报道的都知道，释永信到少林寺的时候，少林寺一共只有20来个僧人，一共靠着20多亩地活着，他们就靠种地。上个世纪80年代，谁去烧香啊？谁去磕头啊？谁给寺庙里好多钱呢？没有这回事啊！因为大家都穷，肚子都吃不饱。少林寺过得非常苦，摆在少林寺面前的任务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任务是一样的，就是如何吃饱肚子，如何养活自己，对吧？你少林寺也别指望着国家给你拨款，没有这一说。所以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时候什么佛经，什么佛教清规戒律，什么弘扬佛法，你先要吃饱肚子吧。所以释永信就是这种人。他这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对佛法佛理这些东西，恐怕他当和尚本来就是去混饭吃的，活不下去，以为到寺庙去好歹一个立身之地，饿不死，大概其就这么想的。你以为他去寺庙，他当和尚是为了弘扬佛法吗？不是的啊，就是当时生活所迫，这是我推测的啊。他是安徽皖北的嘛，是颍上啊什么，那地方是对吧，比较穷的地方。所以他跟宗庆后、跟柳传志、跟这些民营企业家一样，他都是个时代。那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就是赚钱，而恰恰这个释永信啊，他恐怕就是虽然文化不高，但是他走南闯北啊，脑子活，见得多。正好一部那个少林寺电影火了，他看到机会，那个是机会比较朴素啊，不像现在，对吧？马上 IP 就可以变现，对吧？授权，那时候比较朴素。你说我少林寺功夫厉害是吧？因为大家喜欢看少林寺，不就是看少林寺功夫嘛，对吧？少林寺功夫，那好，释永信就开始讲故事，搞少林寺武僧团，然后就全国全世界到处表演，先从国内开始嘛，对吧？搞个武僧团啊，不在少林寺待着什么念经，就到处天天表演，然后非说这是少林真功夫，对吧？卖门票，一张门票几毛钱，5毛钱，5块钱，就这么全国到处巡演，然后名气大了上电视台，后来名气再大了就去国外，反正呢吹的就是少林功夫嘛，正好就加上啊，那个时候百废待兴，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都是空白啊！大家想象一下，什么叫空白吗？空白就是你这啥也没有，人家海外随便来个什么歌，在你这就是流行歌曲，对吧？港台的那歌曲，在港台的发行量很小的，但是一传到广州啊，那立马，因为咱人多啊，就像那个印度一样。所以正是这个时候，对吧？金庸的这个小说出来了。那大家枯燥的文化生活被金庸小说，然后里面就渲染了少林功夫啊。然后再加上少林寺，对吧？这推波助澜，然后什么扫地僧、易筋经等等，大家就莫名其妙觉得少林功夫很厉害，对吧？加上少林寺它也有传说啊，13棍僧嘛。这释永信他就抓住机会了，他觉得既然这样，那武僧团接着整啊，然后少林功夫开始收徒弟，商业化啊。就是那个时候释永信搞这一套有错吗？对吧？那个时候你也可以说你搞这个商业化，你应该对吧？要清规戒律啊，你应该去对吧？修行啊，你和尚干这干啥？我相信那个时候上个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对吧？2000几年，少林武僧团到国外去表演赚外汇，那都是给国家争光啊。那正经的是赚外汇啊，赚了美金，咱们要去国外买机器啊，国外买矿啊，国外买技术啊。那个时候靠什么出口啊？你也没什么东西出口，所以你看少林寺在国外到处表演赚外汇，这个都是为世俗经济服务啊。
当然了，我们现在回头看啊，这个时候合着你少林寺在海外赚那点钱，三瓜两枣的已经不重要了。但是你想一想，上个世纪90年代，对吧？你出口啥？你没什么出口的。哎，他就通过武僧团在海外表演，就能为你挣来这个宝贵的外汇。你要知道，现在外汇多重要吗？普京现在为了外汇，对吧？那脑袋上的头发越来越少啊。所以说啊，就像布鞋首富，就像柳传志，就像更多的民营企业家一样。适用性，对吧？那个时候少林寺商业化，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它的问题在哪儿呢？它的问题实际上跟这个布鞋首富、跟这些民营企业家啊都一样，犯的毛病都是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啊？就不知道见好就收。时代变了，你还按你的老一套去办，对吧？就跟不上潮流了。咱们的经济已经发展了，咱们现在是第2大经济体，这个时候你该收手就要收手了，此一时彼一时，对吧？我认为啊，释永信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收手，还这么一直搞下去，根本就看不出啊，现在形势变天了已经，对吧？还在搞商业化，在商业化这条路上一路狂奔，无休无止，没有止境，这个就让人感觉，对吧？你就忘了初衷，你佛门禁地，你这个佛教你到底在干什么？商业化是被逼的，对吧？那时候没饭吃，经济都不行。少林寺这个商业化做出了对当地的经济啊做出了贡献，这也是为什么以前那么多人举报释永信，地方政府玩命的保的原因。因为当时就是为了发展，对吧？有这么一个带头人，有这么一个能搞钱的，那当着保护他，不能让他倒下。时代变了，他还这样不收手，这是我认为的。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不是我瞎说啊，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是那个时候的啊，不是说2025年的民营企业家开始的啊，说那个时候的民营企业家，你说哪个没有问题啊？啊，第一桶金都干净吗？那个布鞋首富第一桶金干净吗？哪个没问题？但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为了经济启动，对吧？为了这个发展经济，那只能这样，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都是好猫，对吧？你去抓吧，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你说少林寺搞商业化有什么错呢？但现在不一样了，对吧？继续商业化，对吧？佛教你已经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当然了，这都是表面上原因啊，根本原因恐怕还比这深得多啊，不能细聊。但是这个表面原因也能站得住脚啊。也就是释永信如果想全身而退的话，他应该在10年前，对吧？在别人举报他，然后河南省有关方面把他保下来了，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应该退出了，逐渐退，对吧？也就少林寺的商业化也就到头，少林寺变成一个佛门禁地，回归他的初衷。因为这个时候啊，少林寺已经能养活自己了，他已经不存在这种活不下去的这种困难，就像那个布鞋首富一样啊，对吧？这个布鞋首富现在惹出这么多事情，就是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收手。布鞋首富啊，跟达能之争啊，他占了便宜之后啊，如果他就像那个农夫山泉、钟闪闪一样，踏踏实实干活就完了，埋头赚钱没毛病。结果他非要傲人，打造人设，什么布鞋，什么一妻一女，对吧？什么爱国，你整这些，现在一看，真的是叫一地鸡毛啊！这个布鞋首富家一家，那后代都是在美国啊，还有来来回回改的，一会儿改成美国，一会儿在中国，一会儿又改成美国，完了最终后代还是在美国，你说何苦呢？对吧？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你踏踏实实赚钱就完了，老老实实交税。所以我觉得释永信的问题啊，不能一棍子打死。就像那个佛教协会说的一样啊，他不仅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而且还遭到佛教规律因果报应。如果没有释永信，你这少林寺现在不知道是啥样子，对吧？在世界上影响也不一定有这么大，这都是好事啊。所以释永信是，对吧？他虽然是和尚啊，但反正他修行不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悟空。那现在摆在施英乐面前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方面，对吧？他要去商业化，那少林寺的收入资金那一定是大打折扣，那对当地的贡献，对当地的经济总之肯定不是好事啊，对吧？现在经济正是低迷的时候，经济不景气。第二个就是在少林寺收入下降，对吧？资金不够的时候，你怎么保持少林寺的影响力？佛教它也是文化呀，文化就要弘扬啊，弘扬就要钱呐，对吧？这个没毛病吧？没有钱你怎么弘扬呢？所以摆在施英乐面前的是保持少林寺的这种对外的这个文化张力和这个资金缺乏，对吧？资金在缩水，如何维持这个平衡？中国佛教界的问题，不光是少林寺有啊，这个商业化又不是少林寺一家，对吧？杭州灵隐寺、九华山、五台山这些寺庙的商业化都不比少林寺差，所以佛教的问题不是少林寺一家的问题，也不是释永信一个人的问题，释永信只不过是里面比较突出的。释永信当然是咎由自取，但是我们对吧，也不要过于极端了，把一个人打倒就要斗臭，要么就是把他送上神坛，这种都是非理性的。这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早就商业化了，对吧？无论是从《西游记》，对吧，还是什么从其他的这些包括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包括这个对吧，《水浒》里面各种小说里面描写的
佛教对吧？那是商业化是狠的一个，《西游记》《水浒》《红楼梦》里面都有关于佛教的商业化的描写。所以也没有必要把佛教说打扮的那么纯洁。我在想不光是佛教吧，实际上其他宗教好像也是对信众的财富也是尽量吸收都差不多吧。简单点说你都已经信了教了，你要钱干啥？你的生命都可以献给这个佛祖，献给这个耶稣，对吧？你还要钱干啥？如果大家觉得感觉这个评论不痛不痒的，那你就看一看5月份的新闻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